5万块。哈，5万块！一定拢在跳芭蕾舞。无啦，拢熟识啊，有行情诶。我跟你讲哦，强强要搁变园长诶。今仔日是咱私底下诶交易哦。啊，你若讲要去讲有一个工程吼，着搁了一个看家仔了，啊，着搁了大师傅，要看家了规个卖一卖两呢，你看你。嗯，来，什么代志？哎呀，你代志我已经拢甲你办好势啊，对无？啊，无即摆红包我甲你。哎呀，干点啦，稍安勿躁。好，这我会慢慢来表演。哦，你注意看我表演哦。等你咧抽啥？无大无小。钱嘛，歹势啦。我那囝讲话拢学袂讲，讲正经的啦，迄5万块连要甲伊买一个厝顶干嘛无够？亲家啊，莫讲甲厝顶啦。啊。我迄个条仔吼，逐支都拢代你招的，5万块一支条仔都买无够。阿姨，啊，我是要甲你买厝壳尔，我无要甲你买条啊，遐条你做你搬转去。啊，条仔搬走，你已经厝都落落啊。我也袂晓记一寡德公仔来吐晓，看你买啊，买无？若无我开始赌苗哦，5、4、好啦，我定5万买你。无啦吼，董事长啊，小等下你5万要买哦，我甲你出6万啦。哦，讲正经的，你有够福气的呢，娶到董事长的大小姐啦，董事长敢若高生一个查某囝，若生过第2个哦，迄当阵甲我嘛是。讲啥物？搁讲一遍。我是讲，我头仔讲遐话拢准无讲。你咧乱来呢？你即摆是当做阮丈姆是猪母哟，搁生一个啊，互你做某，嘿嘿，阮丈姆无可能搁，毋是啊，我是讲阮丈姆更年期啊。莫安尼无大无小啦。钱嘛，啊，既然安尼吼，无就决定阮两个搁结婚结一摆啊啦。安尼嘛好。我抗议。邓总经理啊，是阮要结婚的，毋是你要结婚的，你咧抗议啥？毋是啊，伊的代志拢办好啊，对无？啊，我。哦，我这好头爸，放心的啦，我的代志即摆已经处理好势啊吼。即摆吼就是吼，伊甲阮阿妹仔两个代志，看你有啥物意见无？意见是无啦，警察行情差遐尔多，你200万对不对？也伊咧，即摆佫当无头路，存款簿啊43000块。哎呦，我看当无外款出3000哦。无啦，爸，你话明安尼讲啦，对毋对？人讲一分钱一分货，行情无共啊。虽然伊是你的查某囝，我是你的后哥哥啊，你讲这话啥物意思？我偏偏就要加这个43000块，你给人家管，怎么样？爸，安尼好啦，就决定互恁两个吼同时结婚啦。多谢爸爸。亲家啊，来啦，哦，有啦，一个甜咧。有啦，出去就要念个。迄是讲哦，讲要去公证结婚啊，到我即摆还袂倒转来，吼，足急的了。哎呀，莫急啦。我看吼差不多啊啦，念伊就够啊啦。这免讲无急的，今日阮后生算阮正式娶某，阮查囝也正式结婚，算个双喜临门。哦，我欢喜的呢，讲叫我莫去，讲去到就惊我伤欢喜昏倒啦，结果害我倒这人传是共款。哎呀，急的人毋是干那你啦，人我顾查某囝今仔日嘛是嫁安，我嘛是足急的了。大哥大啊，这只真无简单呢。你安尼嫁一个，搁娶一个哦，安尼拢无用偏着。他免偌久，你嘛是安尼嫁一个娶一个，我就喜酒通去啉啊哦。大哥伯啊，人阮足无爱嫁，我们来陪阮爸爸。哎呦，讲到遐好听，当初爱话毋是安尼讲，那即摆咧，即摆毋是讲我咧嫁人啊。我甲伊无共啊，对无爸？对啦，即马无共哦，拜托歹讲啊你。哎，敢若有听声转来款咯。啊，车。先来啊！第2出的竞赛，都有你的参见丈姆，参见阿爸。免咧，请坐。坐啦。 4万3的竞赛参见长人，坐。今仔日上介欢喜，
安尼双喜临门，借这个机会，我先煞甲恁大家宣布2项代志。第一项就是讲，我要将我所有的全部财产一半登记予我的囝婿倒的。哦，财产一半要互我。是啊。多谢妈咪啊！也搁有就是讲哦，人俗语伫咧讲查某囝嫁出是别人的，也我都干那即个阿勇尔，伊即马算已经是嫁互恁啦。啊，我煞无半人。啊，我还阁有一项就是讲，我决定要收市长的起来做客囝。我你想起客囝？安尼好啦，阿姨啊，我再叫你阿姨啊。算外赛。我还阁有一半的财产吼，迄个一半另外搁再切一半，啊送恁结婚的礼物。哈，多谢董事长妈妈，多谢客母，多谢客母。对啦，啊对嘛，啊你即摆剩的一半，搁再下一半要互啥？迄我家己做老师囝。哦，对，算讲人啊，食人有当时啊拍一3麻将啊，移一10号啊，添一数色牌啊。安实是足欢喜咧！恁查囝吼会嫁阮囝，呀，阮查囝嫁恁客囝，算起来是我真上开心啊咧！我一家人啊。是啊。对，所以讲哦，咱大家哦，祝因安尼双双对对，万年富贵，庆祝！